嘅需要，並唔涉及任何嘅一啲投資建議或者推薦。咁投資者喺投資嘅時候咧，一定要對自己相關嘅操作負責。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要謹慎。一個免責聲明。OK，咁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關於目前一個中東局勢嘅升級，令到而家市場咧避險情緒加大咗啊！咁我哋而家睇一睇我哋嘅港股能唔能夠撐住喺23000樓上啊？咁我哋首先睇睇目前嘅一個技術走勢情況。咁由上個禮拜嘅一個星期五，中東方面傳出以色列空襲伊朗啊，並且係將伊朗嘅一啲核設施以及一啲軍事嘅重要人物同埋呢個核武器方面嘅一啲科學家都係炸死咗，通過呢一個空襲派戰鬥機過去炸死咗佢哋。咁出現咗一個地緣政治方面嘅一個衝突。跟住週末嘅時候咧，週末時候就傳出比較多嘅一啲消息同埋謠言，傳出以色列同埋伊朗咧想要和談，想要停止呢個戰況咁令到導致星期一咧有一個回升，咁但係好快呢一啲消息開始被一啲領導人譬如話美國方面，譬如話以色列、伊朗方面嘅一啲主要領袖辟謠佢哋話從來冇傳出過任何和談方面嘅一啲消息，呢啲消息都係假消息咁同時咧，幾個國家，呢兩個國家以色列同埋伊朗，佢哋嘅一個戰爭衝突嘅戰火咧不斷喺度加劇，包括互相已經係對外宣稱話取得咗對方國家嘅一啲領空權同時咧，美國方面，特朗普已經威脅伊朗，如果再唔和談，再唔放棄呢個核協議、核武器嘅話咧，佢將會出兵，直接參入呢一個以色列同埋伊朗嘅一個戰爭衝突咁呢一個消息一出嚟之後咧，呢兩日市場即刻避險情緒大大咁升溫資金開始從一啲之前嘅一個高位板塊開始流出，包括我哋嘅一啲科技股、新消費以及我哋嘅創新藥等等嘅板塊開始出現一個高位利潤兌現出逃嘅一啲動作咁直到今日嘅市場咧再次出現大跌亦都係同琴晚呢一個美國方面咧特朗普威脅出兵，以及伊朗強硬回應，話絕對唔會接受任何嘅一啲強加性嘅戰爭同埋和平有關，咁令到而家市場係非常之擔憂未來中東嘅一個局勢會唔會持續咁去發酵同埋升級所以導致今日港股出現咗一個大幅嘅調整回吐另外，尋晚比較負面啲嘅消息就係我哋嘅美聯儲都係釋放咗一啲鴿派嘅信號
佢都係認為而家通脹比較影響未來呢一個關稅比較影響未來通脹嘅預期，非常之擔心特朗普嘅關稅對美國嘅通脹同埋經濟增長會有嚴重嘅打擊。咁所以咧，美聯儲就唔敢貿貿然咁去減息一旦減息呢一個決定做錯咗嘅話，可能會引致更加嚴重嘅通脹咁到時呢一個更加嚴重嘅通脹咧，對經濟體對呢個貨幣體系造成嘅打擊咧可能會更大。咁呢一個咧就係鮑威爾美聯儲一直唔敢減息嘅主要原因咁所以結合兩方面嘅負面消息咧，今日嘅港股咧出現咗比較大嘅調整同埋回吐。咁我哋點樣去理解今次嘅一個調整咧？點樣理解咧？咁首先我哋見到就係對等關稅呢一個豁免期，4月9號宣布豁免期以嚟咧，呢一個豁免期，港股已經係保持住一個升勢咧，持續咗兩個月，當中包括咗中美兩次嘅貿易會談以及一啲關稅層面嘅豁免措施同埋特朗普喺貿易關稅層面嘅一啲態度轉變咁所以我哋見到港股咧前一輪咧已經係連升咗將近兩個月去到24,000樓上衝擊緊前高嘅位置，咁明顯睇得出港股依然係喺我哋所畫嘅呢一條牛市趨勢線樓上。咁咁啱上個星期咧就遇到呢一啲突發嘅地緣政治衝突事件啦就導致我哋港股出現咗呢一個調整咁調整咧，首先幾方面嘅原因。第一方面而家兩個月嘅升勢，獲利盤非常之多包括我哋喺新消費板塊、喺創新藥板塊、喺黃金板塊喺一啲我哋嘅叫做穩定幣、核電板塊等等持續熱炒嘅啲板塊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獲利盤咁所以就導致資金喺呢一個避險情緒加大情況下咧，係加速咁去叫做等資金係加速咁流出緊我哋嘅一個高位板塊有非常之大嘅呢一個兌現利潤獲利回吐嘅一個需求，咁呢一個係第一個原因主要都係資金層面獲利出貨嘅一個需求咁第二個層面咧就係我哋而家嘅一個港股 IPO 方面而家每日咧都有好多嘅公司，近期咧好多嘅公司國內企業過嚟港股 IPO
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吸納咗市場一定嘅一個資金同埋我哋嘅一個流動性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對我哋港股市場嘅一個流動性造成咗啲壓力，造成咗啲壓力。呢個第二個層面啊，第三個層面咧就係都係出於目前咧地緣政治方面嘅一啲衝突影響，資金避險嘅需求、避險嘅情緒非常之濃厚啊，資金非常之擔心呢一個中東方面嘅局勢咧會持續有一個升級啊，擔心美國會唔會真係參與戰爭、派兵出手咁到時如果戰爭局勢惡化、戰爭局勢失控嘅話咧伊朗層面會唔會封鎖波斯灣嘅霍爾木茲海峽我哋知道而家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世界能源運輸嘅一個重要嘅通道同埋樞紐依家啲大行都係上調緊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佢封鎖嘅一啲可能性咁假如話真係封鎖咗嘅話咧，大氣塞封鎖咗咁可能會導致我哋嘅一個能源價格、石油價格飆升咁呢個情況底下咧，能源價格飆升，可能咧就會導致我哋美國層面嘅一個通脹再度去飆升咁通脹飆升就會再次壓制呢一個美聯儲減息嘅一啲意願同埋動力咁可能就會對全球嘅一啲金融市場製造一啲流動性方面嘅壓力咁呢一個咧就係市場目前所擔心嘅一啲情況咁但係我哋又根據以往一啲中東嘅戰爭去睇一睇以往嘅歷史，我哋嘅一啲大類資產佢會出現啲咩嘅走勢咩走勢？咁首先從我哋嘅黃金資產嚟講下先，黃金資產通常嚟講發生戰爭呢一啲避險資產咧，都係會受到資金嘅追捧咁黃金除咗因為呢一啲地緣政治受到資金追捧咧，同時目前黃金一個主升浪嘅一個核心原因咧，都係由於目前全球嘅一個去美元化嘅需求，因為美國政府佢嘅一啲信用評級被下調政府信用下降，貨幣體系嘅信用下降同時美國政府對全球主要經濟體實施一啲不平等嘅對等關稅同全球嘅貿易夥伴都喺度做一個抗爭咁樣嘅態勢咁所以全球嘅一啲主要資金央行都會有一個去美元化嘅需求佢哋容忍唔到美國政府帶嚟嘅咁大嘅一個不確定性同埋呢一個貿易關係惡化咁所以咧呢一個先係我哋黃金上升嘅一個核心邏輯，就係全球央行去美元化咁另外而家全球局勢咧都係發生緊一啲嘅改變咁就會導致
呢一個全球嘅格局並唔再係美國一家獨大啊！依家世界上有歐盟、有中國作為美國嘅對手啊！呢兩個對手目前嚟睇，中國已經崛起，可以同美國咬下手瓜啊！咁所以出於一個風險避險嘅需求咧，風險平衡、攤薄呢啲風險嘅需求咧，全球嘅央行都係有減少美元資產、增加一啲避險資產嘅一啲需求啊！咁所以我哋對黃金呢一啲避險資產咧，短期地緣政治有催化，長期邏輯依然穩固，所以都係比較睇好我哋嘅一個美元後市嘅一啲走勢啊！咁我哋再睇下美股，咁以往咁多次嘅一個中東戰爭爆發啊，假如戰爭會令到呢一個油價上升50%嘅話咧，稍等下。假如我哋嘅戰爭令到油價上升50%或者以上，咁有可能係會誘發我哋美國產生經濟衰退。咁目前嚟講，升咗大約係10%左右，10%左右。咁所以咧，目前嚟講，仲未有呢一個太大嘅影響，咁喺能源方面嚟講，目前咧就係關注我哋嘅一個美國會唔會直接參戰，同埋對呢一個海峽博爾木茲海峽影響有幾大？咁所以咧，後市就睇一睇呢一個油價嘅變化啊。咁通常嚟講，長期嚟睇嘅話咧，中東戰爭對油價嘅影響咧係會逐漸減弱嘅，就好似我哋嘅一個俄烏戰爭，當時令到天然氣價格爆升，隨後長期嚟講都係回落翻。咁從我哋股市層面嚟講，美股假如美國從以往嘅經驗嚟睇，中東戰爭，假如美國唔參戰嘅話咧，通常嚟講，開戰初期1至3個禮拜對美股嘅情緒擾動咧，大概會喺1個星期左右咧就減弱翻，慢慢咁減弱。咁如果美國係真係參戰嘅話咧，咁美國嘅一個股市可能情緒方面收復咧，就需要等待成個戰局比較趨於明朗嘅局勢啊。咁但係中長期嚟講咧，依然唔會改變美股嘅一個走勢啊。咁我哋之前對美股嘅一個睇法咧，就都係維持住牛市嘅睇法啊。咁所以短期嚟講會受到情緒、資金層面一啲影響啊。長期嚟講依然睇好美市係牛市啊。咁另外我哋港股又點睇咧？港股歷史經驗嚟講嘅話，我哋一啲中國嘅資產咧，其實係比較缺乏一個明確嘅一啲傳導機制嘅啊。咁所以頭先我哋講港股嘅下跌，首先一嚟資金獲利兌現有需求啊，二嚟咧
IPO 有一定嘅對流動性有影響啊。咁三嚟資金有一啲短期嘅避險需求同埋情緒啊，咁所以往往呢個情緒同埋後續嘅一啲消息，如果冇惡化嘅話，冇太大惡化嘅話咧，消息可以俾市場慢慢消化咗之後咧，嗰個方向就會重歸於好，港股嘅方向重歸於好啊。咁我哋對港股嘅方向咧，依然都係維持牛市嘅觀點，中長期嚟講啊，中長期嚟講啊，其實如果唔係呢一個嘅呢一個嘅中東戰爭嘅話咧，其實港股走勢應該係咁樣震住去向上衝擊前高嘅。咁但係如果呢一度出現調整嘅話咧，其實都係俾一啲未入場嘅朋友又俾翻個機會啊。咁暫時我哋點睇咧？暫時我哋就睇喺23,000到24,000之間做一個震盪，做一個震盪啊。短期我哋睇23,000呢一個支持位，撐唔撐得住，守唔守得住啊？守得住咧就比較好啦，短期嚟講就比較好啦啊！如果呢個位置守唔住，可能要去到22,000揾支持位，可能要去到22,000揾支持位啊。下一個比較重要支持位咧就係22,000。咁所以我哋睇下局勢嘅一啲變化，局勢嘅一啲變化啊。OK， 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對一啲大類資產後市走勢嘅一啲分析。咁簡單同大家過一個一啲頭先點解認為係牛市嘅一啲邏輯嗱。首先中美方面嘅一個關係緩和，未來有樂觀嘅預期啊，一個係港股啊。咁第二咧，美國貿易態度咧都係有轉變，俾市場一個環球經濟有改善預期啊。第三，關稅通脹都超預期下降啊，增加咗一個美聯儲減息預期啊。當然呢個係講未來啦，呢個係講未來啊。第四，資金流向方面咧，見到呢一個香港隔夜利率 HIBOR 持續下跌，北水加速南下啊，證明咧環球資金都流入緊香港市場啊。咁所以我哋維持港股一個牛市嘅方向。美股邏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中美關係、貿易態度轉變啊，美聯儲減息帶嚟嘅流動性預期，咁以及美債嘅一個信用下調咧，就倒逼特朗普要喺關稅層面要緩和翻啊。如果唔係美債再度拋售，債息再次飆升嘅話咧，最難受嘅咧就係特朗普同埋美國政府啊。所以咧，基於以上原因，我哋都認為減息係可以預期。咁美股基本面向好嘅情況下，走勢都會向好，走勢都會向好啊。呢個係中長期分析。咁短期咧都係要觀察翻中東嘅局勢發展同埋變化。黃金一樣頭先講到嘅美元上風險去美元化，地緣政治衝突，減息預期咁所以都係睇好黃金嘅一個情況。OK， 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帶俾到大家對大市嘅一啲分享同埋分析。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進入我哋今日嘅Power Ticker 功能嘅一個實戰技巧教學。OK， 首先講一講機構持股嘅實戰技巧。咁呢個功能咧，主要咧其實係針對美股嘅，可以通過監測機構持股嘅變化咧，去分析判斷股票後市嘅走勢。首先咧，我哋打開 Power Ticker， 我哋可以喺左上角股票報價一個欄目，點一點佢，
再點一點機構持股呢一度啊，跟住我哋點公司機構持股，顯示俾大家睇下呢個位置啊，咁就會彈出嚟一個畫面，咁見到呢個畫面咧，我哋可以見到呢個位置咧有一個叫做十大持股機構個案排名啊，呢度咧會列明十大機構佢嘅名稱啊。咁我哋攞 Netflix 呢隻股票作為例子啊。咁記住呢一個功能咧，股票報價機構持股呢個功能咧，佢係針對美股嘅，佢係通過美股嘅一啲基金公司嘅季報披露去監測佢哋持股嘅一啲變化，啊。咁首先我哋睇呢個排名咧，可以睇到邊一啲大型機構買緊呢一隻股票啊。咁例如攞 Netflix 做例子嘅話咧，第一間就係我哋嘅先鋒 Vanguard Group。第二間黑石 BlackRock 啊，咁 JP Morgan 大摩細摩Morgan Stanley 大摩等等嘅一啲基金公司佢哋嘅持股啊，咁下邊咧可以睇到呢第一季度基金公司佢哋股份嘅一啲變化啊，同埋一個變動比例。咁我哋咧可以通過一啲大型基金公司機構投資者對股票喺呢一個季度買賣嘅一啲變動數咧，判斷機構對股票嘅一啲睇法啊。咁加倉當然係代表對一個股票後市同埋公司嘅發展係睇好嘅啊。咁但係減倉咧，佢唔一定代表睇淡喎啊。點解咧？佢有可能喺高位，佢會兌現利潤啊。咁所以咧，我哋要結合佢減持嘅一啲比例分析。如果係減得特別大，甚或乎係清倉，咁就有可能佢係睇淡公司發展啦。咁如果係減少少嘅話咧，大多數嘅機會咧都係只係咧獲利減少少倉嘅啫。大概率係獲利減少少倉啊！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機構持股功能嘅一個總覽頁面，帶俾到大家嘅一個用法啊！咁另外啦，我哋撳一撳呢一度歷史變動一個位啊，我哋可以睇到呢一間基金公司佢對一隻股票持股嘅一個變化啊，比如話呢一個黑石呢間公司，佢對 Netflix 嘅一個持股變化啊，咁我哋可以見到持股比例呢度咧出現喺呢一個24年一季度咧出現咗一個二季度出現咗一個大幅嘅減持啊，減持咧接近50%啊，減持接近50%。咁但係 Netflix 呢隻股票咧，佢嘅股價依然係向上嘅，依然係向上行嘅啊。咁所以咧就證明咗機構佢賣出唔一定代表睇淡後市或者股票後市會走差啊。咁如果我哋頭先見到嘅一個前10間公司，佢如果係同時賣出大幅賣出嘅話咧，咁可能會有比較大嘅機率係睇淡後市，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就要大家去利用我哋嘅呢一個機構持股功能，去觀察一啲持股機構嘅一啲買賣持股變化情況啊。咁
咁同時我哋亦都可以睇翻 Tesla 對呢一間 Vanguard Group 對其他股票佢嘅一個買賣嘅一個情況。亦都可以睇其他嘅機構對 Netflix 譬如話我哋揀呢一個 FMR 呢間公司。咁可以見到佢喺呢個位置減持咧，其實股價咧都係不斷咁升嘅。咁所以減持唔一定代表公司一定走淡嘅，一定係睇淡走弱嘅。咁我哋再睇一睇呢一個例子 Vanguard Group 佢對 Netflix 呢一個股票嘅一個買賣變動情況，可以見到由22年嘅4季度開始到25年1季度，呢間機構咧係持續保持對 Netflix 嘅一個加倉嘅。咁佢買呢間公司一定係睇好佢後市。如果唔睇好嘅話，冇可能用真金白銀去買嘅。呢一個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咁大嘅基金公司，咁專業嘅機構咧，都去買 Netflix 嘅話咧，即係證明睇好佢。咁果然 Netflix 嘅股價咧都係保持上升趨勢。咁所以我哋主要咧就係睇一啲大公司有冇一直去加倉，咁一直去加倉。因為減倉唔代表一定睇淡嘅。我哋就睇加倉嘅公司係咪持股好多嘅。因為加倉必然係睇好，加倉必然係睇好。OK，咁我哋介紹完第一個版面，就係再介紹第二個版面。我哋嚟到呢一個機構持倉分析呢一個版面。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呢一個版面可以睇到呢一間嘅機構，佢喺該季度嘅時候咧，對股票嘅一啲買賣情況。譬如話我哋嘅一個10大持倉，佢嘅持倉變動，呢一個代表買多咗500萬股。紅色咧代表佢減持咗10幾萬股。呢個變動比例咧，即係相對於佢原先持倉嘅時候，佢買多咗0.36%。OK，咁呢一個咧就係佔投資組合嘅比例。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嘅一個總金額，即係佢股價乘以佢嘅一個數量持股數。咁呢個咧就係俾我哋睇到呢間公司佢買得最多最睇好嘅10間公司係邊10間。同時睇一睇佢對呢10間公司咧，佢嘅一個操作係減持定係增持，睇唔睇好佢哋後市嘅發展。咁另外咧呢一個位置咧有一個10大增持咧，咁就代表呢一啲股票可能佢嘅一個後市咧爆發性可能會比較強，因為佢啱啱增持咗咁多，肯定係比較睇好後市嘅。咁10大減持咧，例如呢啲
直接清倉嘅股票咧，減100%即係清倉啦。咁呢啲咧就可以肯定咧，我都唔可以肯定。一係咧就係升太多，佢想清倉走人。第二咧就係真係唔睇好後市啦，亦都唔係話100%肯定。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呢一個版面俾到我哋嘅一啲 tips 同埋參考提示。咁我哋嚟睇一睇，攞幾個例子嚟睇一睇一個功能。減持咧證明有可能係比較睇淡後市，亦都有可能咧係獲利兌現。OK，有冇人睇一睇 Vanguard Group 佢對 Apple 呢隻股票佢係點樣去操作？我哋可以睇到 Vanguard Group 佢喺22年第四個季度到25年第一個季度咧，對 Apple 咧整體嚟講都係保持一個加倉嘅趨勢。咁偶爾有喺23年 Quarter 2 Q2 23年 Quarter 3 Q3 二季度三季度偶有小幅嘅減持。咁但係咧係唔影響 Apple 股價保持上升嘅。咁即係只要我哋睇到佢係大趨勢係加倉嘅話咧，佢對 Apple 後市咧都係睇好。呢一啲大型機構佢對一啲大型股票嘅睇法就係咁樣。咁另外我哋再攞呢一個微軟 Microsoft 為例子 Vanguard Group 咧，亦都係喺22年四季度對25年一季度保持一個加倉趨勢。咁都係偶有小幅減持，亦都係唔影響 Microsoft 佢嘅一個股價保持上升趨勢。咁所以就係我哋可以通過呢一啲大型基金公司、大型機構，佢哋對呢一啲大股票嘅一啲操作操作同埋交易，去判斷分析翻佢哋對股票後市嘅一啲睇法，幫助到我哋做一個理解同埋參考。咁同樣，我哋可以利用呢一個版面去睇一睇，我哋喺呢一度排序，我哋睇一睇 Vanguard Group 呢間公司間機構，佢咧對邊啲公司增持係最多嘅，即係佢買入嘅一個錢係最多嘅。呢度見到持倉變動，即係佢買咗5900萬，5900萬啊！咁佢買咁多，當然係睇好佢嘅一個後市嘅。我哋見到咧一季度，即係佢係喺季度買嘅，跟住我哋睇一睇佢後市嘅表現。一季度即係呢個位置，一個位置買完咧就開始升啦。雖然有一個突發事件對緊關稅，咁但係後市咧都係升咗上去。咁證明咧呢一個係可以俾到我哋做參考嘅，係可以俾到我哋做參考嘅。再睇個例子
福特汽車都一樣係顯示咧。我哋睇睇呢度。福特汽車，以及頭先我哋講嘅 CNH 呢間公司，因為係加倉加比較多啊嘛，我哋睇一睇福特汽車同樣係一季度呢個位置增持咗後續果然咧就係上咗去咁所以我哋咧就係可以利用一個功能咧，去對一啲公司後市嘅一個走勢做一個分析參考咁我哋總結一下我哋嘅呢一個機構持股功能點樣用首先我哋用於咧就係查看每個季度該股票主要機構嘅一啲買賣情況，監測市場對股票後市嘅睇法，幫助我哋分析主力資金嘅動作。咁但係咧要注意咧，基金公司佢披露咧係有滯後性嘅。首先佢一季度披露嘅一個信息咧，就反映咗咧係一季度嘅時候，即係1月份至3月份佢嘅一個買賣動作咁你可能會到3月份、4月份先要睇到咁同時咧，基金公司佢嘅一個季度報表披露咧並唔係話3月31號即刻會披露嘅通常咧佢會有一個期限大概係40幾日。咁通常基金公司咧唔會太遲去披露即係你見到佢季報咧可能會遲少少，又唔會話太遲咁咧，所以我哋呢一個信息同埋使用方法咧，就作為一個參考分析，並唔係話絕對嘅因為有滯後性原因，大家要小心呢個滯後性即係譬如我哋如果見到佢呢一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咁但係突然之間特朗普宣布對人關稅，佢跌咗落去並唔係話呢間公司就唔睇好佢啦咁只係因為一啲突發嘅一啲黑天鵝事件，所以先導致佢股價落咗嚟咁另外咧都係可以幫用於查看每家機構對持倉股票嘅一啲買賣情況，判斷機構對一啲股票後市嘅睇法，幫助我哋分析機構嘅動作同埋佢對股票有一啲睇法咁所以呢一個機構持股咧就係咁樣用嘅。當然咧佢係針對美股嘅咁下一 part 我哋就講翻我哋港股咧就比較呢一個人性化同埋一個更加清晰透明，因為我哋港股有呢一個 CCASS 系統咁咩係 CCASS 系統咧 ？CCASS 系統咧就係用於都係通過監測機構持股同埋買賣股票嘅一啲變化，去判斷股票後市嘅走勢。首先我哋睇一睇咩係 CCASS。CCASS 咧即係香港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The Central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縮寫係 CCASS， 簡稱中央結算系統。
咁佢咧係一個專門為香港聯交所上市嘅一啲股票而設嘅電腦化帳面交收系統。咁佢記錄低所有香港交易所交易嘅一個證券託管同埋結算資料。咁你只要通過輸入股票代碼同埋日期咧，就可以查詢到呢一隻股票佢嘅一啲託管機構同埋持股明細。咁譬如我哋喺呢一個位置點開 CCASS， 咁就會彈出呢一個畫面。咁咧我哋就可以通過去查呢一個公司輸入公司代碼咧，可以查間公司佢持股嘅一啲託管機構。譬如我哋可以見到呢一個位置，全倉股份達到80幾個 percent， 即係證明呢個股份咧，全喺 CCASS 入邊嘅咧，達到咗80幾個 percent。咁另外嘅一啲咧，可能就係一啲實物股票並唔係話用電子系統嘅。咁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個股佢嘅一啲託管商同埋佢嘅持股量。譬如我哋嘅匯豐、瑞銀、花旗、中國證券登記公司呢兩間咧，係意思咧即係北水、滬股通同埋深股通北水，同埋佢哋嘅一個持股數量以及比例。咁咧可以通過呢一個嘅數字去跟蹤翻我哋呢一個股票一啲機構持股嘅變化。咁我哋撳一撳呢個位置，我哋撳一撳股權集中度咧，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係呢一啲前10大機構佢持股嘅佔比。咁假如佢佔比高嘅話，我哋見到呢一度咧達到咗將近80%，前10大，前5大咧60幾。咁佔比越高咧，證明機構控盤嘅程度越強。咁分散嘅話咧，就代表散戶同埋小型機構參與得比較多。咁以我哋小米集團作為例子咧，我哋可以見到佢前10大同埋前5大機構持股喺呢一個位置咧，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變化。咁同時咧，我哋可以見到嗰個股價都係出現咗比較大嘅調整。3月26號對應嘅 CCASS 嘅一個日子，減持嘅日子。咁我哋可以見到減持嘅時候咧，出現咗一波調整。跟住去到9號增持啦，股價咧又出現明顯拉升。咁即係我哋可以通過 CCASS 佢嘅一啲主力機構嘅持股集中度去判斷機構對股票後市嘅一啲睇法。咁另外咧，我哋仲可以喺呢個位置撳一撳參與者與股權嘅變更。跟住咧，我哋就將呢一個日子校翻去嗰個區間。我哋可以睇翻結合頭先嘅一個股權集中度，睇一睇究竟係邊一間機構喺度賣出。咁我哋見到啦，原來係瑞銀喺度賣，賣咗3%，持股嘅佔比3%。咁證明咧呢一間外資可能係喺度離緊場，咁後續又見到佢買翻
即係證明咧佢可能判斷錯咗，又想買翻嚟啊。咁就可以通過呢一啲動作咧去判斷股價短期嘅一啲走勢情況。股價短期嘅一啲走勢情況啊，假如佢賣，即係呢一個集中度減少嘅話咧，有機會咧會跌一跌，有機會會跌一跌。假如佢增持集中度提高咧，有機會咧就會升啦，啊，有機會就會升啦。咁我哋同樣睇一睇呢一個例子啊，記唔記得4月7號泡泡瑪特呢隻股票咧出現咗22%，出現咗22%嘅跌幅。但係我哋唔係好肯定係唔係主力機構大幅賣出所導致嘅，咁所以我哋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查一查 CCASS。首先我哋見到集中度方面咧，大型機構並冇大幅減少呢一個股票集中度。咁即係證明咧，唔係機構賣出所致啊。咁有可能係一啲散戶恐慌性拋售啊。咁有可能咧就會係一個撈底機會啦。咁隨後大家都知道泡泡瑪特呢隻股票發生咩事。咁同時我哋又可以去翻呢一個股票大手買賣嘅呢一個選項咧，去查翻泡泡瑪特喺呢一日有冇出現一啲大幅嘅買賣啊。咁我哋見到咧冇嘅，並冇特別大嘅買賣情況，並冇特別大嘅買賣情況。咁所以證明咧，大戶冇賣出泡泡瑪特呢隻股票。咁所以我哋更加肯定咧，有可能係散戶資金叫做恐慌性拋售導致大跌，跟住後續就由125蚊升到而家280幾蚊。通過呢一個嘅 CCASS，我哋就可以得出咁樣嘅一個分析。咁所以咧，總結下一個功能點樣用。首先我哋利用股票集中度嘅波動咧，去發現一啲機構對股票嘅一個買賣動作，從而對後市走勢可以做一啲參考分析。咁第二咧，可以用於查看每個交易日前5大、10大機構對於股票嘅一個買賣情況，即係呢個位置。呢個位置我哋可以查詢一啲參與者嘅股權變更，可以去查一查佢哋有冇一啲大手嘅買賣，從而咧去判斷機構對股票嘅睇法。咁亦都可以通過股票一啲比較唔尋常嘅走勢，即係好似呢一日泡泡瑪特大跌22%，我哋可以反轉頭去查，從而去發現當中機構對股票後市嘅睇法同埋判斷，發現啲撈底嘅機會。咁所以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 CCASS 功能對於我哋港股去透視機構主力嘅一啲資金動作、買賣情況嘅一個功能。OK，咁今日就同大家用呢一兩個功能咧，分享咗一啲實戰嘅技巧。咁大家睇下有冇一啲問題，或者對而家個市對股票有啲咩問題？
都可以同大家解答下。喂，咁假如大家冇咩問題嘅話呢，我哋今日嘅課堂呢就到呢一度。咁感謝大家嘅一個聆聽，感謝大家嘅收睇同埋時間。我哋下次再見，拜拜。